虽然台语是咱的母语，不过目前全部拢用台语创作的表演团体，伫台湾犹阁算少数。为着要鼓励更较侪团体加入，文化部推出计划，要互表演团体申请补助。这其中也包括请台语指导的费用。有台语的剧团和母语的团体拢认为讲，请专业的指导来调台语的发音、腔口、翻译，会当互相斗开求进步。请真足看，风台要来啊！为着要鼓励更较侪表演团体投入台语创作，文化部推出鼓励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计划，要互表演团体来申请补助，其中嘛包括请台语指导的费用。长期咧做台语剧场的罗利亚剧团表示，台语演出要调发音、腔口等等，这拢是正专业的工课。首先嘛是爱需要翻译，就是台语老师会教阮的剧本翻做台语，但是有的台语演员是会晓讲袂晓看，所以就爱录音互因听，练习，排练的时阵老师伫边仔看，安尼较会有较好的品质。伫文化部的补助计划内底有提供建议的台语指导名单，母语团体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目前多数的表演团体基本拢是用华语书写才来翻做台语，不过嘛要兼顾语言的艺术性，因后要投入台语创作的团体，就要重视品质。理想的情形就是会当对这个历史加语言文化这方面需要有较专业的人士来参与，语言嘛是一种专业就是这拢应该爱去推广的观念啦。亲像顶礼拜六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有一寡剧团用华语演出的比例降多数，互母语团体和民众真不满。文化部表示，目前全台语演出的团体也真少，所以政府才会推出补助计划，嘛需要大家做伙来鼓励。咱来尽量互以早无咧用台语的团体，因嘛会使开始练习来用台语，这部分嘛，请咱所有的台语团体会当来加合作，大家来鼓励因。然后文化部针对计划内底要求作品的台语比例上无爱60成，有台语剧团就建议爱调悬，台语专家陈鸿辉嘛认为伤低，应该一届调悬向100%目标实行，才袂讲凊彩斗倒来，特别应付这60成的条件。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台北报道。